当我雄师横扫陇西，向新疆前进的时候，前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警备司令陶时岳等通电脱离蒋匪帮反动政府，归向人民阵营，并请我军进驻新疆。我军不辞长期苦战的疲劳，穿过甘心边境的重镇星星峡，冒着塞外风沙奔向新疆。1949年10月20日，我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各族人民都跑来热烈的欢迎。全西北人民和军队从蒋匪进犯，从延安到新疆解放，整整苦战了2年零7个月。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度过了无数的困难。今天，西北全部获得解放了，我们骄傲自己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新疆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这里有汉族、回族、蒙族、维尔维吾尔族、哈萨克等14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俗，但他们在历代帝王的封建统治和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蹂躏却是一样的。他们过去没有生存的自由，苛捐杂税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使他们永远贫困。但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从今天起，宗族的歧视和残酷的封建压榨将在新疆人民的新生活里消失。新疆各族人民将友爱合作地团结在新中国的大家庭中。1949年12月6日，坚持了6年反抗暴政运动的新疆民族自卫军胜利地进入迪化。他们是1944年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以维吾尔族为首，在新疆伊犁地区掀起反抗暴政的运动。他们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蒋匪虽然几次调动大军围剿他们，但每次都被他们击败，并解放了伊犁、阿山、塔城等广大地区。现在他们不但和进入新疆的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并光荣地被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军。大西北全部解放了，中央人民政府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主席庄重地宣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将领导西北各民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使大西北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上担负起巨大的任务。